阿摩司书第7章，至悬的上主，互我看见一个景象。王家的农作物收割了，搁发生意的时，上帝造一群草蜢，草蜢甲境内的农作物拢食了。我就讲，至悬的上主啊，求你赦免以色列袂当搁活落去啦，因为因未遂软弱。上主因为安尼改变心意，就讲这个事袂发生。至悬的上主搁互我看见一个景象，至悬的上主命令火来处罚，火甲青烟相打，搁烧毁全地。我就讲，至悬的上主啊，我求你，请停止。以色列袂当搁活落去啦，因为因是未遂软弱。上主因为安尼改变心意，至悬的上主就讲，这个事嘛袂发生。伊搁互我看见一个景象，主就摕对钱徛伫照对钱起的墙顶面。上主对我讲，阿摩司，你看见什么？我应讲，我看见对钱。主讲，我要用对钱让我的子民以色列，我袂搁放因煞。以色的山头段会荒废，以色列的圣所会趴荒。我要起来，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王朝。要第二的祭司阿玛谢派使者去甲以色列王耶罗波安讲，阿摩司伫以色列中间煽动人反对你，伊的言论对国家不利，因为伊讲耶罗波安会互人杀死，以色列人一定会流亡离开本国。阿玛谢阁对阿摩司讲，你这个先见，甲我出去，倒转去恁本国犹大，伫遐趁食，伫遐讲预言，毋通阁特别第二讲预言，因为遮有王的圣所，有王家的宫殿。阿摩司应阿玛谢讲，我毋是先知，嘛毋是先知的徒弟，我是饲羊的，嘛得照顾生财树。我得顾羊群的时，上主呼召我，甲我讲，你去，我的子民以色列传达我的话。安尼，阿玛谢，你就听上主的话。你讲，毋通传达上帝的话，反对以色列，毋通讲话攻击以色列的家。所以上主安尼讲，你的某会伫城内做娼妓，你的囝查某囝会死伫刀下，你的土地会互人分割占去，你家己会死伫外国。以色列人一定会流亡离开本国。